Deptford 呢個名咧，你可能聽過。早幾年有香港發展商咧計劃喺呢度參考黃埔啦、太古城啦，打造個全新嘅社區。而同時間 Deptford 其實已經經歷咗大規模嘅轉型，成為越嚟越多年青一輩想搬入嚟住嘅地方啦。而家咧我就身處喺 Deptford 嘅火車站，喺我隔離咧就係呢度嘅 High Street 啦。曾經被選為全世界最有特色嘅街道之一，同我哋香港嘅荷里活道差唔多。有各式各樣嘅特色餐廳、酒吧、小店、古蹟、Art Gallery 等等。每逢星期3、5、6都會有市集賣一啲農產品、古着、古董，係典型嘅有性格、有活力嘅倫敦社區。Deptford 超過一半嘅人口都係34歲或以下。呢區之所以咁吸引年輕嘅一輩，主要係因為呢度不論返工、返學定話日常生活都夠方便，只需要行10分鐘已經有大學。如果要出 Central London， 亦都有好多選擇，附近亦都有齊超市同埋公園，而且呢邊嘅置業成本相對周邊嘅地區，例如 Greenwich、Blackheath 等等會低少少，可以用低嘅價錢享受一樣嘅配套，所以又係唔少年輕家庭上車甚至投資會考慮嘅地方。Deptford 過去10幾年一直進行緊大大小小嘅重建，除咗改善基本交通、社區設施之外 ，Deptford Market Yard 就係利用咗舊鐵路下邊嘅拱門，俾一啲手工啤酒吧、coffee shop 進駐，講求係強化翻本區嘅特色。呢啲唔係倒模模式，度度一式一樣嘅社區，咁先係成功嘅活化。再加上附近幾個大型嘅 regeneration， 例如 Canada Water、Greenwich、Old Kent Road 同埋規劃緊嘅 Bakerloo Line 延線，相信會解鎖呢區更大嘅投資潛力。今次介紹嘅全新樓盤 Franklin Walk 就係目前 Deptford 市中心入邊主要嘅活化項目之一。樓盤位於 High Street 嘅中心地段，距離火車站同埋 DLR 站只係2至5分鐘嘅步程，7分鐘就可以直達 London Bridge，12分鐘就可以到達 Canary Wharf。Zone 2嚟講係非常之方便嘅交通網絡。Franklin Walk 係由老牌發展商 Peabody 負責興建。呢間發展商一向主要同埋政府合作，專門發展活化地段，例如 Notting Hill、Clapham、Acton 等等。而今次項目係由一間百年老校改建而成，保留翻維多利亞式嘅建築外觀。另外，亦都會有全新設計嘅特色戶，提供1至4房嘅單位選擇，非常適合即將搬過嚟倫敦嘅學生或者家庭。如果想收到樓盤資料，歡迎聯絡我哋 JL 海外物業。To buy or not to buy non-local off-plans properties,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 境外樓花買唔買，計過風險先好買。